大家就今日又講 QS 2003咯。最近有啲咳嗽，所以就今條片會講少啲，OK。好，我已經熄咗音樂佢先。先講下呢條片，呢條片嘅目的係咩啦？有兩個 OK。第一個就係答翻嗰兩題application problems，OK，要點答？然之後大家go through 一下之前嘅 QS 2003嘅 topics。首先係條橋啦，就 question one material design，OK，揀咩材料啦？就我揀 FRP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composite。咁呢個係 function requirement 同埋個 material。咁我就OK，大家可以自己睇。跟住呢邊就係講 criteria performance 嘅。咁就大家可以寫多啲嘢，OK。除咗用前面嘅requirement 之外，咁我另外寫咗啲 component 係點樣影響個 performance 嘅，咁我就擺喺呢度，大家可以寫多啲嘢。咁呢邊仲有 risk and solution 咯，就擺咗嚟。仲有呢個 property，OK，喺我見書入邊有寫，喺度攞埋過嚟。跟住你有 beam plus principle 咯。原先 beam plus 嘅 principle 有10個嘅，我抽咗4個，咁我比較容易寫嘅出嚟。呢4個就全部嘅目標都要達成 environmental friendly。跟住另外一個例子就係 facade 啦。呢個係堂上嘅 quiz 嘅時候我用嘅，就係 stainless steel 不鏽鋼咯。一樣我俾翻個 functional requirement 同埋個個 material 俾大家睇，可以自己睇。一樣咯。如果你唔想用 functional requirement 呢邊，都要用啊，OK。只係呢邊係再俾多少少咯，OK。就係可以幫大家諗，OK。呢邊題外話講多少少咧，就係chromium 點解可以 corrosion resistant 咧？就係因為佢會放咗個叫 chromium 嘅 layer 喺上面，咁就可以隔絕嗰啲 moisture 之類嘅。嗰啲咩 risk and solution，呢邊係我自己寫嘅，OK。第二題啦，failure analysis 啦，呢邊點做咧？呢邊我用咗 failure analysis 嘅一啲 steps 啦，呢個5個啦，observation、data collection，仲有其他，OK。大家可以自己睇，OK。呢個係堂上老師講咗嘅，係，跟住呢邊一樣 formal，可以自己睇。呢啲除咗第一個之外，其餘嘅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所以可能同題目有啲差距，OK。然之後其實呢啲我只係俾個框架，OK。
考試時候應該會寫更加多嘢㗎。所以呢個你當呢個係框架得，OK？你有比較其他重要嘢，咁你可能要寫多幾十字或者幾百字，OK？我唔知道，OK？呢個就提供一個框架俾大家可以方便寫，OK？方便寫。咁呢個 physical，好啦，跟住呢度仲有一個 LC steps stage 咧，就 life cycle assessment stage。咁我就其實我唔太知呢一 part 係點樣用到咯，所以我就順便擺埋落嚟，OK？大家有用嘅話可以攞嚟用。OK，跟住就講之前144嘅 topic 啦。OK，咁其實我唔太知道 topic 1 to 4啦，就考試會唔會考嘅？OK，不過我都擺埋落嚟啦，OK？就我唔記得咗考唔考，OK？咁就原本我會講就係介紹呢啲公式點樣嚟點樣用嘅，不過有啲咳嗽，所以我就唔講啦，OK？你可以自己睇，OK？需要用嘅可以攞嚟用。跟住右邊呢個就有啲 vocab 咯，左邊呢個就係 vocab，右邊就係當時諗點解啲 vocab 啦就比較重要咯。咁你可能寫長答題嘅時候，咁就要用，咁你就可以將啲vocab 直接攞嚟用就得啦，OK？可以自己睇。嗯，跟住到呢邊 topic 2。topic 3。vocab 表。topic 4。呢條片就差唔多係咁多啦，OK？頭先講嘅公式，如果公式同埋 vocab 啦，如果有需要嘅話，咁就可以直接攞嚟用嘅。咁我講唔到太多嘢，OK？所以就大家考試交，OK？差唔多係咁樣。